今天是嚟自英國安法判刑的大日子，但我無心發表偉論，發表任何意見。現在我正迷着一部有關講司法，又稱現代版包青天的電視劇《非常檢控官》。電視劇播到第16集，是講關於展昭犯了官非命案。展昭在命案中所犯的官非謀殺罪，竟然可以隨意存在有懲戒保釋出來。在包青天的角度是正義，但卻違反了香港的法治根基。香港的法治精神，所謂的正義是不是要跟包青天的一套呢？我說我今天我迷電視劇迷得很緊要。